回来赛门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昨暗的附加赛，互全台湾紧张佮感动。队长陈杰宪是感谢这群少年队友担起压力，帮助国家进入2026年的经典赛竞赛。总教练张和奎也讲，这是大家拼来的结果，感谢球迷一路支持。所以来带大家做伙来听大家赛后的心声。台湾队确定打入2026 WBC 正赛，有球迷抢甲比赛结束了后半点钟，阁唔愿离开台北大巨蛋，伫咧外口庆祝。国防部长张玉成讲，和2023经典赛来比，这届加油声阁较大。就很感谢球迷，虽然我们前3场打得不如预期。全力投入抢到门票，队长陈杰宪感动甲流目屎，因为这一切实在是无简单。现在这段时间是我们在春训的时候，然后大家就要把状况调整起来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第二个，这次的阵容主训，大家也都知道，都是以年轻人为主。你让年轻人去扛了这么大的压力，投球限制或者是选手的受伤，对，那这边其实当然也感谢每一位选手撑过来的。陈杰宪感谢少年队友竞调压力，带领大家打入2026经典赛的正赛。投出5颗压制西班牙的持玉起讲，国家队有需要，一定是下性命去拼。做好每一颗球，一颗打死。所以上了场就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。反正都最后一场了，就是拼尽全力。那时候溜完3阵之后，心情是蛮复杂的，就是怎么我做到了，就觉得很不可思议。确定晋级了后，球员就要返去原本的球队。想到这届训练所培养出来的感情，也有受到真大的关注。山主神是感伤甲流目屎，很感伤，然后很希望大家可以在各自的母队就是表现得很好。也很开心，就是跟大家打成原本最熟悉的。资格赛拍甲真艰难，也毋过詹和苦讲会甲经验带转去球队，技术更较有成长，嘛正做明年经典赛养分，期待台湾队会愈来愈好，培养更较侪人才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天气无你知，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个未来3天的气象。